奶奶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唔知啊，我刚刚有听人讲什么要送病医啊。哎，声音，三龙姐。 立祥哦，敢若皮肉伤命命啦。立祥，你慢完了。这摆医生哦，内底咧急救，我相信四妹一定平安无代志。侯叔小姐，吴兄的情形安怎啊？病人大量失血。 病即嘛血库的恢不够，现场敢有 A 型的人会当关回。我啦，你是 A 型？我是 O 型，啊，不过 A 型会当用我的血。咱即嘛卖血什么 A、B、C， 大家做伙来验，只要若适合，咱就挂到四妹。我买他。老书记，你是四妹阿兄，恐惊也无方便。李翔，你甲你妈妈留在遮照顾四妹就好。 阮的旅馆一定有够的，而且哦，有人留踮遮，万不会发生什么代志，上起码有人会当来讲通话。一个真巧，安尼讲哦真有道理。啊若无，阮就留踮遮啊，捐血的代志哦，都麻烦你呀。辛苦哈。多谢你。请大家都要来听。哦，麻烦你，多谢你。多谢 ，Thank you 哈。方立祥。 方立祥都算，方立祥都算。是，哎。是恁是打电话我，恁看谁先说。好。江玉华，我看你的精神状况真正无啥好呢。为着你的身体，我认为你应该好好放长假，好好休困才对。 喂，阿成，啊你咪讲念词卡咧，是什么代志啊？对，你先莫讲的，我开口音互你听。洪建辉，你应该如何当初的新婚，停止我负重的这块。你今摆搁想要甲我告诉公司？我甲你讲，无这么简单，我绝对袂离开公司的。阿健会甲去外女神哦。 变啊，天地颠倒变啊！高念慈竟然敢欺负我女神，你被他捶剩下。大，你先卡冷静的，念慈伊绝对不是这款人。大呀，伊若是要欺负迄功夫总哦，伊哪会打电话过来？我唔对，大，念慈安尼做，我想哦，伊应该是要提醒咱什么代志。啊，不过我明明看到女神在骂高念慈啊。还有大诶，你敢有看过电影？ 念慈姐伫内底演的应该是假做黑道的卧底警察。哦，你那变个这么成功啊？多谢大的欧乐啦，因为最近哦看过足侪好的电影，所以吼我有淡薄仔启示啦。大，小三讲得对，这摆念慈转简讯过来，伊惊用窃听，所以唔敢打电话，而且佮讲副总即摆人不一样，咱马上想办法去救。 电影真正互你启示哦！啊，你来干啥？今天叫外女神，今天。你去没有快乐？副总，你有安怎无？我不要紧，多谢你。放心，阮拖拉库集团一定会保护你，别惊，等阮查哦。小帅、小美，开路哦。